好，大家好。大家早。今天我哋嚟睇呢個詩篇第15篇。今天我們來看詩篇第15篇。15篇只有5節。15篇呢只有5節。比昨天14章7節咧，仲少咗2節。比昨天的14章呢，還少了2節。咁應該好快講完啦。應該很快就講完了。咁既然咁快講完，不如我哋都一齊讀一次1至5節啦。既然這麼快講完，那我們就一起來。好啊。從第1節讀到第5節，把它讀完，好不好？一起來讀。OK 我哋開始啊。第1節，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就是行為正直、作事公義、心裏說誠實話的人。他不以舌頭踩幫人，不惡待朋友，也不隨夥毀謗鄰里。他眼中藐視匪類，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人。他發了誓，雖然自己吃虧，也不更改。他不放債取利，不受賄賂，以害無辜。行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搖。咁我哋讀一次，咁可能同你喺屋企讀一次咧，又好似多咗啲理解啦嘛。可能我們讀一次，又比你在家裡讀呢，又多點的理解吧。咁希望我哋都更多一啲亮光啊！今日一齊。希望我們在一起的時候讀的時候，更多的亮光。咁我讀呢個15章嘅時候咧，當我在讀15章的時候呢，就第一個印象咧就係咁樣嘅。第一個印象呢就是這樣的。因為昨日咧係睇就14篇啊嘛。這是昨天是第14篇。14篇咧就係全篇都係差不多咧係描述咧係心中冇神嘅愚頑人。昨天的這一章呢是講的那些心中沒有神的愚頑人。佢哋嘅心態咧係辟邪嘅。他們的心態呢是辟邪的，即係邪僻啦。是邪僻的。佢哋嘅行為咧都係敗壞嘅。他們的行為也是敗壞的。所以咧佢哋咁樣嘅狀況啦，一定唔能夠進到神嘅救贖。所以他們的這樣的狀況呢，是一定不能進入神的救贖。唔好講話呢個聖殿啊、聖山啊。不要說這個聖殿啊、聖山啊。咁似乎好自然咁咧，因為2篇都係大衛嘅詩。這2篇呢都是大衛的詩。大衛會跟住就聯想到咯。大衛呢接着就聯想到了。咁我哋心中有神嘅人又點樣咧？那我們心中有神的人又怎樣呢？所以不其然佢就會問呢個問題啦。不其然呢，他就會問這個問題了。佢就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說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呢？誰能住在你的聖山呢？所以應該15篇呢係似乎呢個14篇嘅連續。這15篇呢似乎是14篇的延續。係14篇呢就冇好具體咁嚟到提及愚頑人佢做咗啲咩嘢嘅。在第15章第14章就沒有講到愚頑人做了什麼。冇提到話佢哋殺人放火啊，呢個搶獵啊，即係害人啊咁嘅。沒有說到他們殺人放火害人啊什麼的。咁但係嚟到15篇又有啲嘅唔同咧。但是15篇來到15篇呢又不同了。咁咧就好簡潔咁，好實在咁列出咗神嘅子民應該有乜嘢嘅行為同埋品格。他就很簡潔的、很清楚的列了神的百姓的品格應該是怎麼樣的。然後先至可以咧進到神嘅面前嚟到敬拜侍奉佢。才能夠進到神的面前來敬拜侍奉他。咁呢一篇呢係我哋叫佢進殿詩嘅。我們說他這一章呢，這篇呢是進殿詩。或者係進殿禮儀嘅詩。也可以說是進殿的禮儀詩。係呢個幫助呢個嚟到聖殿敬拜嘅人。是幫助來到聖殿敬拜的人。更加明白。更加的明白。神嘅心意。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咁係選民呢係進入呢個聖殿嘅時候所唱嘅詩歌。就是聖民呢進入聖殿之前所唱的歌。今日嘅題目呢就係必不動搖嘅應許。
今天的題目是必不動搖的應許，分為3段嘅。分成3段。第一咧就係敬畏神，渴慕他的同在。敬畏神，渴慕他的同在。呢個就係第一節。這是第1節。就係大衛所問嘅問題。這就是大衛所問的問題。邊個先至可以係寄居帳幕，進到居住神嘅聖山呢？誰才能夠寄居帳幕，進入神的山呢？帳幕就係會幕。帳幕呢，就是會幕。聖山呢，就係呢個會幕所在嘅山。聖山呢，就是會幕所在的山。係。咁呢個係咁大衛點解就會問呢個問題咧？大衛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他有沒有提到呢？原來會幕就係神嘅同在嘅意思啦，之處啦。原來會幕呢，就是神的同在，神的住處。會幕係唔係每個人都可以進入去嘅？會幕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進去的。只有祭司同埋利未人。只有祭司利未人。咁會幕又分成呢個聖所同埋至聖所。會幕呢又分成聖所、至聖所。同埋呢個嘅外院啦。還有外院。咁神嗰個嘅律例咧？那神的律律呢？利未人咧係做喺外院嚟到係呢個服侍。利未人呢是在外院來服侍的。祭司咧就可以去到呢個聖所。祭司就可以來到聖所。而咧大祭司咧可以咧係去到至聖所。可以大祭司就可以來到至聖所。咁大祭司都只能夠1年係入去至聖所1次。大祭司也只能1年進去1次。嚟到係為呢個自己同埋呢個係以色列嚟到係獻祭嘅。為自己和以色列人獻祭。而大衛咧？而大衛呢？佢係猶大支派。他是猶大支派。佢唔係利未支派。他不是利未支派。所以佢雖然係作王。雖然他作王。佢可以獻祭，但係佢都唔可以進到會幕。他可以獻祭，但他也不能夠進去會幕的。佢其實，但係佢嘅心好想進去。但是他的心很想進去。呢個就係佢渴慕神嘅同在。這就是他渴慕神的同在。敬畏佢。敬畏他。佢就喺佢嘅詩篇裏邊。所以在他的詩篇裏呢，經常都會佢會想到，佢話我想住在耶和華嘅殿中。所以他就說，他常常想住在耶和華的殿中。好似詩篇23篇都寫到。像詩篇23篇所說到。最後一節嘅，我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在最後一節說，我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大衛整天呢都係想着呢一件事。大衛呢整天都在想着這件事情。佢要想住在耶和華嘅殿中，直到永遠。他想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就係嚟到係呢個係呢個渴慕神嘅嗰個親密嘅同在。就是他要渴慕神的，他的親密的同在。佢係要係希望贏得神對佢嗰個嘅喜悅。他想要贏得神對他的喜悅。可以常常嚟到係與佢同在。可以常常來到與他同在。其實呢個就係敬拜同埋服侍嗰個態度。這是一個敬拜而不是服侍的態度。喺呢個希伯來書12章14節。在希伯來書的14章14節。14節。但係佢度講話，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說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人非聖潔，不能夠見神的面。咁呢個就係話咧，講到咧神係要人係要聖潔先至可以見到神。這邊講到就是人要聖潔才可以見到神。其實我哋嚟到呢個嘅教會啦。所以我們來到教會呢，我哋崇拜，我們來崇拜。其實我哋都係要呢一種嘅慎重嘅心態。我們都要有這種慎重的心態。我哋敬拜神、侍奉神咧，唔係隨隨便便嘅。我們敬拜神、侍奉神呢，不是隨隨便便的。其實都唔係理所當然。
其實也不是理所當然。可以進到神嘅殿裏邊，可以進到神的殿裏邊來敬拜。我哋必須係要一個渴慕嘅心。我們必須有個渴慕的心，渴慕神嘅同在。渴慕神的同在。我哋係要追求聖潔。我們要追求聖潔。以致我哋可以得神嘅喜悅。以致呢，我們可以得神的喜悅。神接納我哋入到佢嘅聖殿裏邊。神進到我們裏邊的聖殿裏邊。其實個關鍵呢，這個關鍵呢，就係我哋要信服行神嘅道。就是我們要順服行神的道。要活出神嘅話。要活出神的話。好多時候我哋嚟到敬拜啦。很多時候我們來敬拜呢。嚟到呢個崇拜啦。來到崇拜呢。都要我以前都見到好多嘅事情嘅。以前我也是見到很多的事情的。有啲人話，我唔中意敬拜嘅。有些人說我不唔中意唱詩嘅。我不喜歡唱詩的。我就唱完詩先就嚟啦。那我就唱完詩歌再回來。咁我唱完詩佢又會入嚟噶啦。唱完詩歌以後他就進來了。有啲咧又話咧。有些又說了。我淨係中意聽講道嘅。我只是喜歡聽講道的。特別邊個牧師講得好咧，我一定會嚟聽嘅。特別是哪個牧師講得好，我就會來聽的。咁其他嗰啲咧就係有時間咪嚟咯。其他的呢，就是有時間再來了。係有啲咧就係嚟到咧就係最緊要我奉獻。有些呢就是來了，我最重要的我就是要奉獻。我坐到咧奉獻完咧就唔見咗人噶啦。我做到奉獻的時候呢，就這個人就不見了。唔等到祝福嘅。他不用等到祝福的。祝福都冇乜所謂。祝福都沒有什麼所謂。咁我就奉獻咗就走噶啦。我奉獻完了就走了。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嗰個好多嘅唔同嘅心態。我們都看見有很多不同的心態。我哋都係要一個嘅反思啦。我們都要有一個反思。究竟我哋嚟到神嘅殿裏邊，究竟我們來到神的殿中，係咪我哋首先都有一個渴慕神嘅心？我們是不是首先有一個渴慕神的心？大衛就係有呢個渴慕神嘅心。大衛呢，就是有這個渴慕神的心。佢渴慕神嘅同在。他渴慕神的同在。所以佢就識得問呢個問題。所以他才會說這個問題。邊個先都可以？誰才可以呢？嚟神嘅殿裏邊呢？可以來到神的殿當中呢？我哋嚟到第二點。我們來到第二點，就係要行出正直、公義同埋誠實。行出正直、公義、誠實，係從第二同埋就去到第五節前邊。是從第二節到第五節的前半部分。咁第二節開始就即刻有答案。第二節開始呢就有答案。邊啲人呢就可以嚟到寄居喺神嘅帳幕咧？說哪些人可以寄居在神的帳幕裡呢？就是行為正直，就是行為正直，做事公義，心裏說誠實話嘅人。心裡說誠實話的人。咁呢度有三種嘅呢個嘅可以講係人嘅品格啦。這裏邊有三種人的品格，係正直、公義、說誠實話。是正直、公義、誠實話。但係細心去想想，但我們來想一想，其實呢三樣都係神嘅好重要嘅呢個屬性。這三個都是神很重要的屬性。就係神嘅公義。這就是神的公義。神嘅正直。神的正直。神嘅誠實佢說話。神的誠實的話語。係呢個就係神嘅個本性嘅完全嘅本性。這就是神完全的本性。神作事係公平公義。神是做事公平公義。佢嘅呢個係有公義慈愛。他有公義和慈愛憐憫。佢說話係佢嘅說話誠實。他的說話誠實。佢嘅說話一出他的話語一出呢？係永不改變。是永不改變的。佢守信。他守信。所以佢係絕對嘅公義。他是絕對的公義。以公義嚟到治理呢個萬民。用公義來治理萬民。正直。正直。神嘅性情同埋規定嘅道路都係正直。神的性情和
規定唔會有任何詭詐。神的性情跟道路完全沒有詭詐，沒有呢個嘅偏差。沒有偏差。神係嘅誠實或者信實，神的誠實信實，佢嘅話語，他的話語，佢應許必定會成就，他的應許是必定成就的。佢係永遠守約施慈愛，他是永遠守約施慈愛。呢啲都係彰顯咗神嗰個嘅永不改變嘅本性。這都是神永不改變的本性。係呢個係三個大嘅原則。這是三個大的原則。就係講俾話呢啲點樣可以去進到神嘅殿裏邊。這邊講到就是怎麼樣進入到神的殿裏邊。咁以下有幾個細點。接下來有幾個小點。亦都係更加具體嚟到係教導我哋。更加的具體的教導我們。第一個就對待朋友鄰舍嗰個品格。第一個呢，就是對待朋友鄰舍的品格。呢個都係第三節。這都是第三節。給他不以舌頭讒謗人。他不以舌頭讒謗人。不惡待朋友，也不隨火毀謗鄰里。不惡待朋友，也不隨火毀謗鄰里。哇！原來第一點呢，原來第一點呢，即刻出現呢，馬上出現，就係舌頭，就是舌頭，就係我哋説話，就是我們的話語。所以第一個我哋要管好我哋自己嘅舌頭。所以第一點呢，就是我們要管好我們的舌頭。就係唔好讒謗人。就是不會讒謗人。讒謗人就係指住咧呢個到處咁走嚟走去。就指着人到處走來走去。走嚟走去做咩？這樣做咩事咧？做什麼？是做什麼事呢？就講咯。就是說啊說。講是非啦。就講是非。講呢個嘅壞話。講這個人的壞話。就背住人嘅背嚟到佢講。就是背着別人的背來講。揭人嗰個嘅呢個嘅即係醜聞啦。揭別人的醜聞。咁呢個係就唔好惡待朋友。這樣就是不要惡待朋友。特別喺説話裏邊。特別是在話語裏邊。説話可以做到好大嘅傷害。話語可以造成很大的傷害。無論喺任何嘅地方。無論在什麼樣的地方。喺屋企、喺家庭、喺呢個嘅職場。在家裏、在職場。説話就係最大嗰個嘅要處理嘅問題。話語呢，就是最大的要處理的問題。佢話也不隨火嚟到毀謗鄰里。他說也不隨火毀謗鄰里。朋友同埋鄰里。朋友和鄰里。呢個係第一件事。這是第一件事。神係要提醒我哋嘅。神要提醒我們的。嚟到第四節係點樣看待惡人嘅態度？第四節就是怎麼樣來看待惡人的態度。他眼中藐視匪類，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人。即係說，他眼中藐視匪類，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人。藐視就即係鄙視啦。藐視就是鄙視。睇唔起。看不起。咁但係其實呢個主要咧就係我哋要表明我哋嘅自己嘅立場。其實就是我們要表明我們自己的立場。我哋所堅持嘅原則。我們所堅持的原則。所以對於呢個嘅匪類。所以對這樣的一個匪類呢，就係心中冇神嘅。就是心中無神的呢。唔行呢個神嘅路嘅人。不行神的路的人呢，係有匪類。我哋要表態，我哋係唔喜悅。我們要表態，我們要不喜悅。或者呢啲人喺你嘅眼中咧，就係好高嘅地位啦，或者好有錢啦咁樣。這些人可能在你的眼中有很高的地位，或者很有錢。但係我哋係唔係用呢啲嚟到衡量？但是我們不是用這些來衡量。我哋要尊重人咧，係點樣衡量咧？我們要尊重人，怎麼樣衡量？咁跟住就話，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人。那卻尊重那些敬畏耶和華的人。呢度就係我哋要所衡量嘅標準。這就是我們所要衡量的標準。敬畏耶和華。敬畏耶和華。敬畏耶和華嘅人，我哋要係呢個尊重。敬畏耶和華的人呢，我們要敬重他。所以呢度就係要講到係
要敬重。這就講到敬重。箴言8章13節亦都係講到。箴言8章13節也講到。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在乎恨惡邪惡。在乎恨惡邪惡。其實我哋係要敬畏神嘅時候。因為我們要敬畏神嘅時候呢？原來呢個講到係首先呢，我哋要恨惡邪惡先。首先呢，我們要先恨惡邪惡。我哋曉得恨惡邪惡。如果我們曉得恨惡邪惡，然後我哋先至係知道係去敬畏耶和華。我們這樣才能夠知道去敬畏耶和華。如果你都係邪惡都不分嘅，如果你邪惡都不分，點樣可以敬畏神呢？你怎麼樣可以敬畏神呢？所以要愛神敬畏神。所以愛神敬畏神。首先係要恨惡邪惡。首先有呢個心。首先要恨惡邪惡這個心。接下來咧就係呢個嘅能夠咧佢嘅操守咧可以係更加嚟到發揮嘅。接下來就是這個操守呢，能夠更加的發揮。就係佢發咗誓，雖然吃虧也不更改。他就發了誓，自己雖然吃了虧也不更改。你應承咗嘅，你係要做，因為呢度講到説話要誠實，有呢個嘅信實。因為你承認你答應了的就要做到，因為這邊講到你要做事情要誠實。喺呢度我就都即係諗翻以前啦。這裡都讓我想到以前。即係喺香港啊。在香港的時候。喺香港你去即係賣屋賣樓啦。去賣房子買樓。同人哋講好價錢。跟人家講好了價錢。簽咗合約。簽了合約。未交吉。沒有交。未有交settle。就還沒有 settle。咁如果啲樓價突然間升咗喎。樓價突然升了喎。好多人就反口啦。很多人就反口了。唔賣俾你。不賣給你。升咗啦，賣我收翻再賣過。我收回來再賣過。我情願賠或者有賠緊訂俾你。情願賠那個定金給你。原來咁都可以嘅喎。原來這樣都可以的。我而家其實諗一諗，呢啲真係呢個係可以講得係即係香港嘅特色啦。這可以說是香港的特色。依家唔知點樣，我唔知啦。現在怎麼樣不知道。澳洲就應該唔得噶啦。應該在澳洲是不可以的。你一定要守翻你嗰個嘅合同。要守你的合同。好多時候真係吃咗虧。很多時候是真的是吃了虧。但係屬神嘅人係。但是屬神嘅人呢？亦都係唔會更改。也是不會更改的。呢個係我哋要小心嘅。這是我們要小心的。咁嚟到係第5節。來到第5節。第5節咧就係他不放債取利，不受賄賂以害無辜。他不放債取利，不受賄賂以害無辜。係呢度係講到係我哋要看待一啲嘅弱勢嘅或者係有需要嘅呢個族群嘅。我們就是在這邊講到要給那些看到那些一些的族群喺他們的需要。喺神嘅呢個嘅法則裏邊。在神的法則裏。講到係我哋唔可以趁呢個別人係有困難嘅時候。說到我們不要趁別人有困難的時候。我哋係佔人嘅便宜嚟到係即係講到叫做咩趁火打劫嘅。去趁火打劫別人。人係經濟有需要嘅。人家經濟有需要的。我哋係唔好係即係放債嚟到係取利。我們不可以放債來取利。特別神呢講到咧喺以色列嘅弟兄之間。
特別是神講到在弟兄以色列的弟兄之間，如果係要借錢俾人嘅，如果你要借錢給別人的，一定唔可以收取利益呢個嘅呢個利息。一定不可以收取利息。對外人就可以嘅。對外人呢是可以的。所以就話唔好趁人危難嘅時候，不要趁人危難嘅時候嚟到係更加嚟到係賺取呢個利益。更加的去爭取利益。你有權有勢嘅，你有權有勢的，唔好嚟到受賄賂，不要受賄賂，嚟到害呢啲無辜嘅。你這樣害無辜的，係呢個特別係呢啲嘅弱勢嘅呢個嘅人，特別是弱勢的那些人，好似啲孤兒寡婦咧，那些孤兒寡婦，唔可以欺負佢哋，不可以欺負他們，因為呢個係神喺所厭惡嘅。這是神所厭惡的。呢度係亦都係我哋人做喺神嘅裏邊嘅人，也是我們在神裏邊的人呢。一啲嘅呢個嘅操守同埋品格，一些的操守和品格。好，嚟到最後呢個後半節，第5節後半節。來到5節的第後半節。神話行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搖。神說行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搖。能夠做到以上嘅，能夠做到以上的，呢啲人呢係永不動搖。是這些人是永不動搖的，因為佢哋有神嘅同在。因為他們有神的同在。佢哋可以嚟到神嘅呢個係聖山。他們可以來到神的聖山，神嘅帳幕裏邊，神的帳幕的裏邊，得到神嗰個嘅同在，得到神的同在，保護，佢哋有安全，他們有安全，佢哋有供應，他們有供應，有神嗰個嘅賜福，有神的這些的賜福，係神唔會趕我哋出去，神不會趕我們出去，所以我哋都要係喺呢度係有一個嘅感恩。所以我們在這裡有一個感恩，係我哋要係喺道德追求上面。我們在道德的追求上，亦都係有呢啲嘅素質啊，要有這些的素質。呢個係以上嘅係神係點樣回答第一節嗰個嘅答案。這是神在回答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但係呢啲係咪都係全部咧？這是不是都是全部呢？唔係全部，不是全部。仲有好多好多我哋其他要做嘅。還有很多很多我們要做的。但神就俾咗呢啲嘅大嘅原則我哋。但是神給我們一個大的原則。可以跟住一步一步。可以跟着一步一步。其實雖然我哋喺新約裏邊。雖然我們在新約裏邊，我哋係得救係本乎恩，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耶穌基督，也因着信耶穌基督。但係我哋亦都係要係回應神嗰個嘅愛。我們也是回應神的愛，要被佢塑造出嚟有好嘅品格行為，要被他塑造出來有好的品格和行為。然後就得到神嗰個嘅喜悅，就得着神的喜悅。而喺能夠係俾我哋邀請我哋，能夠去邀請我們進到佢嘅同在同埋祝福裏邊，進入到他的同在和祝福裏邊。或者我哋都有好多地方都不足，做唔到嘅。可能有很多地方我們都不足，做不到。但係我哋都係不斷咁努力。但是我們都不斷的努力。靠着聖靈，靠着聖靈，俾我哋即係能夠係進到呢啲嘅神嗰個喜悅當中。進到神所喜悅的當中。要時時感恩啦，認罪啦，要時時感恩，謙卑自己。即係求主幫助啦。求主幫助。我哋分享到呢度，我哋一齊嚟敬拜我哋嘅神。我們分享到這裡，一起來敬拜我們的神。主啊，今天我們來到你面前，單單的禱。